新聞頭家先來看一件詐騙案，提醒大家要警覺，也提醒大家這歹路千萬唔通行。去年佇咧屏東有一間五金行的頭家娘是去互投資詐騙，無2個月就去互關4835萬。這車手抓到了後，即陣一審的判決出來。車手雖然是敢若分到5萬外，不過法院有緣認定伊是詐騙集團的成員。除了判關6檔半，閣愛賠這受害者互管去的規條錢，也就是4000多萬。警方抓到女車手，為伊在行李中發現大批現金，這攏是為屏東某一間有名五金行頭家娘的手中所騙的錢。為2005年5月起，女車手攏總出款8擺，騙到4835萬。警方將女車手移送法辦，一審判決出來，女車手判刑2年半之外，也愛專業賠償詐騙金額。現金定存那個股票，那個大概都全部都拿給他。過去真濟詐騙案，車手若是初犯，多數判處輕刑，一擺判決明顯性質變重，也愛負擔專業賠償。律師指出，這是因為政府為了打擊詐騙，佇今年1月修法加嚴。以這個案來講，女車手雖然只得到5.5萬的酬金，卻有明顯使人交付債務的行為，愛負起連帶賠償責任。使人交付財物的行為，不管是哪一個人交付財物，那因為被害人交付4835萬元，所以呢，車手這個部分他就要一同連帶賠償，不再像過去舊法的規定是獲取財物。本案判決可知，擔任車手所獲取的是蠅頭小利，但是日後將面對法院的重刑判決以及高額的民事求償。有律師表示，車手面對這麼濟賠償金，確實可能還未出來。不過，若無賠錢處理和解，法院通常認定犯後態度無好，真歹適用原刑規定，也無法度得到下檔換扣罰金的程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